再来看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指出，讲两岸地权互相无历史主权独立不分的论述，即嘛个会炭烧。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尊重，也毋过民进党的立委沈碧阳是批评讲，这就是标准的一国两制。两岸治权不相隶属，主权同而不分。王金平提出两岸新的论述，希望化解两岸的局势。外界解读有想要挑战两岸目前论述的意味。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区分主权、地权，较会去互忽略唔对去。内政部长刘世芳认为讲，王金平愿意出来对外宣导甲沟通，不过对相关的论述是表态尊重。那我想呢，他也是提出他很真诚的看法。那我们尊重王院长以及他所这个领导的这些都是台湾的重要领导人呢，他们对于两岸未来发展的声音。那你一个国家呢，那就是早期讲的一中各表嘛。但现在中国都已经过来跟你讲中国台北了，就已经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了。那既然没有这样的空间的话，它不但不是新版的一国两制，它也是最烂的版本的那一种的一国两制。那蒋总统马英九捌主张互相无承认主权，互相无否认地权。那也立委罗斯堡认为讲，王金平的论述，甲国民党也有马英九的立场要共强调应该要甲重点放伫王金平想要启动两岸和平交流的目的。讲法跟这个马英九的讲法跟国民党一向的论述都很接近了。其实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他希望能够启动两岸的和平交流。我认为他是好意要把这个僵局化解。到底我们台湾政府跟对岸政府是不是也赞成？这个当然我们不予置评。外头看拿到以外两岸的主张，郭文德提出应有新观点，主张两岸交流都要尊重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甲互动的历史，希望两岸一家亲。也若郭台铭捌讲到金门和平宣言，伫一中国表的基础，互中华民国的立场徛何在？也若新党是长期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即嘛王金平两岸新的论述，敢会当真正化解两岸对徛的关系，要需要时间。记者综合报道。